我最近2年干的超酷的事儿，就是把电三轮改装了一番，直接开启了车内下午茶时光，实现轻量化露营喝茶。以前想找个地方喝茶，要么得大费周章准备装备，要么受场地限制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这改装后的电三轮就是我的移动小茶铺。我在车里布置了温馨的小角落，放上精致的茶具，想去哪儿喝茶，骑上电三轮就出发。路上风景独好，到了公园直接把车一停，就能舒舒服服的泡茶，茶香袅袅，阳光透过车窗洒进来，那叫一个惬意。而且进出公园毫无阻碍，真正做到了随停随走。这种自由自在的喝茶体验真的太美妙了。以后我要開着我的移動茶室，探索更多喝茶的好地方。情沒有那對或錯，前事過去了就過，就算不可壓抑心裏那激盪。若說分開的結果，未必甘心不好過，亦不計較那些爭拗算什麼。